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阿峰嘅頻道。今期阿峰嚟到一個非常之多港澳朋友會選擇嘅一個樓盤啦，就係我哋駿景峰景苑啦。咁啊，呢一個樓盤咧，點解會咁多一個港澳朋友會選擇咧？首先，我認為咧，主打嘅就係我哋嘅品質以及咧我哋嘅景觀面。咁啊，喺品質上面咧，呢一個咧係一個澳門嘅開發商嚟嘅。咁我相信啦，澳門嘅開發商咧更加懂得咧我哋港澳朋友嘅居住習慣以及居住嘅生活需求。咁啊，先環視下我哋成個小區嘅牌面啦。咁啊，佢嘅一個外立面啦，以及一個電梯 lobby 嘅一個位置啦，係咪非常之有我哋港澳朋友嘅呢一種生活 feel 啦？咁啊，佢喺交樓標準上面咧，亦都係做得非常之用心啦。澳門開發商出品咧非常之正啊，全部都係用翻國內一線品牌交付啊，而家更加襟用啦，更加襟使。咁啊，第二點咧，亦都係阿峰認為咧最重要嘅一個點啦，就係我哋嘅景觀面啦。通過航拍鏡頭啦，我哋都可以望到成個駿景峰嘅呢一個風水格局啦，非常之正。位於我哋五桂山山脈嘅腳下啦，咁我哋係可以喺呢一個位置享受到天然嘅氧吧啦，咁啊以及咧樓下有翻一個好似聚寶盆嘅一啲別墅產品啦，以及我哋嘅湖景同埋高爾夫球場景觀啦，提供翻俾我大家去進行觀感及我哋嘅使用啊。咁啊落樓咧，亦都可以同翻我哋嘅朋友咧得閒揮翻兩江，亦都係冇問題嘅。啊，成個駿景峰咧係一個有50%嘅港澳朋友啦會選擇翻喺呢一個位置進行一個退休度假嘅一個選擇啦。點解咧？因為咧佢成個屋苑都可以做到入質寧靜、出質繁華嘅一個整體嘅一個屋苑嚟嘅，所以咧好多港澳朋友嚟到呢一度就先睇咗景觀，第二個咧真係可以感受到啦，喺呢一度居住嘅環境係十分之清幽同埋清靜嘅。咁啊，如果係喺大城市咧，去感受到非常之繁華嘅城市嘅喧囂嘅之餘咧，我哋嚟到呢一個位置，去真正享受到退休度假慢節奏嘅一個生活節奏。咁啊，我哋今期嘅重點咧就分為兩 part 嘅。第一 part 咧就係屬於我哋一個性價比大面積為126平方嘅4房單位。第二 part 咧就屬於我哋有景觀望嘅細面積單位咧89平方嘅3房單位。咁啊就話不宜遲啦，就同阿峰嘅鏡頭咧即刻出發。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示範單位啦，2梯4伙嘅一個單位。咁啊，先同大家推薦翻一個比較性價比同埋咧大面積少少嘅單位。咁啊，就係我哋嘅04戶126平方啦。同時咧04戶咧係一個單邊位嚟嘅。咁啊，相對嚟講隱私性咧會更加之高啦。一翻到嚟咧，佢整體嘅空間也算比較舒服嘅。有門口嘅位置咧，提供翻俾到大家非常之大嘅一個採光面俾咧大家進行採光入戶嘅一個採光。同時咧，我哋可以坐喺呢度做咩啊？換鞋咯，咁對面咧就係我哋嘅一個鞋櫃嘅位置啊，咁啊提供翻俾我大家一系列嘅擺放啦，其實空間感咧足夠晒嘅。咁啊呢一個戶型咧示範單位嘅改動咧就比較之大，我哋就帶自己睇下佢嘅戶型。咁啊呢一個戶型咧就係做到南北通雙露台嘅一個設計。先睇到廳堂，我哋最主要嘅部分。咁啊佢嘅客廳開間咧可以做到3.8米嘅。咁啊126平方嚟講呢個客廳空間非常之舒服啦。咁啊佢到時正常交付嗰陣時咧係有翻我哋嘅玻璃趟門喺呢一個位置嘅。咁啊，佢呢一個發展商啦，佢嘅示範單位改造咧非常之聰明。點解咧？嗱，佢做咗呢一種咧，封咗窗，但係好似又冇完全封嘅感覺啦。咁啊，同時咧，我哋有翻圍欄喺呢一度嘅。咁我哋打開咧，亦都係形成一個非常之舒服嘅一個採光同埋通風嘅效果啦。咁我哋即係呢一種咧，好似類似於封窗，跟住又唔係好完全封窗嘅感覺啦。咁令到我入邊嘅套內嘅使用空間咧會更加之大。同時咧，我哋亦都唔會話咧缺乏咗一個露台嘅咁樣嘅去使用啦。所以咧，大家亦都到時可以參照翻咁樣嘅露台咧去進行封建同埋佈建嘅。咁啊，佢整嘅比較意思嘅就係咧，嗱喺我哋嘅呢一個位置整翻一個我哋嘅好似吧台咁樣啦。夜晚我哋可以望住出邊嘅山景啦。咁啊飲分兩杯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呢邊咧就屬於我哋嘅南向，會偏西翻少少。咁啊，如果係中意曬太陽嘅朋友咧，嗱。早上咧喺呢邊就可以圍爐煮茶啦，咁佢就將呢一個露台咧並埋喺呢一個位置嚟嘅，咁啊所以咧其實佢咁樣改動嘅好處係咩咧？我哋喺呢邊關起身，亦都可以形成呢一間房間嘅獨立嘅空間，所以咧我哋喺露台嘅呢一個擺位上邊嚟講咧，我哋可以適應到非常之多唔同嘅一個使用場景咯。佢喺呢一度種翻啲綠植圍爐煮茶，日卡夜酒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啊呢一個咧就係連接翻其中嘅一間房間。OK， 咁我睇翻對面嘅空間啦，就係我哋一個廚房嘅空間啦。咁啊，佢改動亦都比較大，因為點解咧？嗱，入邊咧就係我哋好似類似於啲
吧台嘅改造，咁啊呢一個咧原先係一間房間嚟嘅，佢就將呢一埲牆咧剝穿咗，連接翻我哋出邊嘅餐廳位置，咁啊可以利用翻嘅空間咧，亦都會更加之多。只不過咧，我哋就犧牲咗一個房間啦。咁佢126平方咧就做咗一個4房嘅單位，唔需要房間咁多嘅情況之下咧，亦都可以放置翻佢做一個咁樣嘅改造啦。入邊咧可以擺放唔同嘅呢一啲擺位啦，同好多唔同嘅使用嘅功能。咁啊就睇大家點樣去選擇同埋擺位啦。咁啊入邊咧就係我哋廚房嘅一個報告啦，一個 L 字型126平方嚟講咧 OK 嘅。咁啊如果係唔拆除嗰間房間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亦都可以將雙開門嘅雪櫃擺喺呢一度。係啦，咁其實空間咧完全足夠晒，包括埋咧佢用翻呢一種顏色嘅色調，做埋咧呢一啲家樂標準嚟講咧，亦都可以做到引車嘅呢一種豪華嘅標準。啊，出邊咧就係我哋嘅一個生護露台啦。咁啊，生護露台咧就係朝翻我哋嘅北向啦。啊，咁阿峰咧現時就位於我哋21樓層高啦。嗱，可以感受到咧出邊咧下邊就係我哋嘅一個別墅嘅產品啦，亦都會做到一覽無遺嘅呢一種視覺效果啦。咁我哋經過呢一個105角度咧，翻到我哋廣州大橋啦，拱北關口咧，亦都係25分鐘嘅一個時間啦。係啦，佢係一條快速通道嚟嘅。啊，無論你係連接翻珠海啦、拱北啦，或者係我哋廣州關口啦，其實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一個出行方式嚟嘅。係啦，咁啊，目前咧呢一個戶型亦都搞緊活動過，全屋嘅家私家電咧都係送翻俾你嘅，而且都係用翻國際嘅一線品牌交付啦。呢一個澳門嘅開發商咧，亦都會咧，即係喺交樓標準上面亦都係用翻我哋嘅牌子咧，所以咧佢交樓標準上面咧，亦都會更加之好嘅。咁啊，如果係唔改咗嗰個房間嘅情況之下咧，佢嘅入門口嘅位置係呢一個位置嚟嘅。咁啊，佢就亦都冇嘥咗嗰個門口位置啦，就將我哋嘅一個過渡嘅位置就將翻一啲裝飾櫃啦。咁到時大家亦都可以參照啦，咁樣去進行擺放。右手邊呢個亦都係一個房間，佢就連接翻啱先我哋出邊圍爐煮茶嘅主露台啦。咁啊，如果係真係唔需要咁多房間嘅情況之下啦，咁啊4房就變成2房啦。咁就睇大家點樣去選擇同埋改造。咁啊呢一間房間嘅空間感咧 OK 嘅，係啦。咁啊呢邊咧就係屬於我哋嘅公共衛生間，咁啊亦都係咧所見即所得嘅，亦都係用翻牌子係進行交付，採光唔錯嘅。正如咧就係我哋第3間房間，咁啊第3間房間咧亦都係朝翻北向，可以作為我哋嘅客房或者係兒童房，咁啊亦都係非常之開揚嘅採光以及我哋嘅感官啦。咁啊最後咧就係我哋嘅主人套房啦。咁啊主人套房咧幾得意嘅，因為點解咧佢就冇做到我哋嘅企缸位置，直接就做到我哋享受型嘅浴缸位啦。係啦，咁亦都係擁有唔錯嘅一個整體採光啦。不過咧，到時大家一定要裝翻我哋嘅隱私百葉窗簾啦，同埋我哋嘅磨砂紙。咁啊，出翻嚟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嘅一室嘅空間啦。咁啊，三邊落槽位咧非常之輕鬆啦。咁啊，其實咧佢有一個特色就係我哋係270度嘅採光面嚟嘅。只不過咧佢就將呢一個位置咧裝翻我哋嘅一啲裝飾櫃啦。咁啊，其實佢整體嘅採光咧非常之唔錯，可以望到我哋出邊嘅山景啦，以及我哋嘅別墅景觀。咁啊，其實佢進景風嚟講咧，佢真係一個類似於我哋嘅聚寶盆嘅一個感覺啦。咁啊，望翻出去咧有山景有別墅景。咁啊，如果除咗呢一個戶型之餘咧，我哋仲可以望到高爾夫球場以及整體嘅水景嘅感觀啦。咁啊，呢一個咧126平方嘅單位就屬於我哋嘅4房戶型嚟嘅。咁啊，如果係需要大房嘅朋友咧，去選擇翻咁樣嘅一個單位啦。目前咧佢亦都係一個現樓嘅狀態，咁啊亦都係屬於佢自己嘅一啲好處啦。咁啊，大概咧1萬蚊出頭咧，你就可以擁有呢一套單位啦。OK， 咁啊呢一套咧就係屬於我哋冇景觀，但係咧佢係大面積單位。好，咁我哋下一 part 就係屬於我哋有景觀嘅單位啦。我哋即刻出發。好啦，咁啊，如果係中意景觀嘅朋友咧，跟住阿峰呢一 part 咧繼續睇落去啦。咁啊，嚟到隔離咧33棟89平方嘅呢一個單位。我哋睇出嚟，咁啊呢一個 view 咧係咪非常之正咧？咁啊望住連綿不絕嘅五季山景，一線無遮擋，下邊咧仲有翻我哋嘅別墅景觀啦、湖景啦，以及高爾夫球場景觀啦。咁啊呢個高爾夫球場咧係一個練習場嚟嘅，咁啊得閒咧亦都可以落樓啦，飛翻兩缸啊！成個一個聚寶盆嘅感官啦，我相信咧喺風水格局上面一定都有佢自己獨特嘅一個方面啊！咁啊據聞咧李嘉誠喺呢度都有一套屬於佢自己嘅單位啦，咁阿峰咧現時就位於咧89平方嘅呢個3房單位嘅主露台啦，到時交付嘅情況咧就係如此，佢就冇做咗一個封窗嘅一個整體 design。好啦，咁我哋就翻到屋企3.8米嘅一個整體開間，咁啊客廳咧同埋我哋嘅餐廳位置咧係同寬嘅。咁啊如果嚟介紹啦，呢一個89平方嚟講咧，唔會話特別優秀，勝在咧佢嘅景觀面非常之亮麗嚇。咁啊右手邊咧提供翻俾大家咧擺翻個4人至6人嘅餐台，入到嚟咧就係佢廚房嘅部分。咁啊廚房咧佢就擺咗非常之多嘅一啲儲物櫃置啦。咁啊到時雙空門嘅雪櫃咧就擺翻喺呢一個位置啦，係啦。
咁啊呢邊亦都係可以打開嘅。咁啊，佢就做咗非常之多嘅呢啲儲物櫃嘅位置，到時呢啲唔擺嘅情況之下啦，擺翻個雙開門完全冇問題。咁啊，呢個廚房亦都有翻佢自己嘅優勢喎，係喎，幾長下㗎，真係幾長下㗎，一個大 L 字形嘅一個 design， 咁啊，亦都係咧用翻我哋華帝嘅三件套進行交付。咁啊，華帝呢個牌子亦都係用翻10年8年咧，完全冇問題。OK， 咁啊睇翻我哋剩餘嘅休息嘅空間先。咁啊，由於咧佢係一個澳門嘅開發商啦，所以咧佢係包括埋我哋大堂嘅 lobby 啦，以及佢整體嘅呢啲交流標準上面咧，用得都係非常之唔錯嘅用料。咁啊，3段式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空間感 OK 嘅。咁啊，佢係做咗3房1衛嘅 design 啦。入面咧就係我哋第一間房間，第一間房間咧可能空間感咧就會細翻少少啦，做到兩邊落床啦，就並埋我哋嘅飄窗台。咁啊，亦都係擁有比較唔錯嘅採光。隔離咧就係屬於佢第2間房間。哇！第2間房間亦都係非常之具有特色啊！擁有我哋270度嘅採光面，亦都係擁有非常之亮麗嘅景觀，可以作為兒童房或者咧作為一個非常之正嘅書房啦，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喎。最後嚟到我哋嘅主人房啦，主人房咧亦一樣咧可以望到我哋非常之無敵嘅呢一種山水畫聚寶盆嘅景觀啦。三邊落槽位冇問題嘅，咁啊入門口嘅位置亦都可以提供翻俾到大家啦，擺放我哋嘅一個洗衣我哋嘅整體嘅3櫃位置，其實空間感完全足夠晒。咁啊呢一個戶型咧有景觀，而且非常之適合我哋兩公婆退休度假嚟住嘅一個戶型啦。89平方，目前嘅呢一個單價啦，有景觀嘅單價咧，大概係11000蚊到12000蚊不等。咁啊就睇翻具體嘅樓層啦。OK， 咁啊今期嘅駿景峰嘅分享咧就分享到呢一度啦。咁我認為咧駿景峰亦都係非常之適合我哋中意清靜，想要我哋遠離城市繁華喧囂嘅呢一啲朋友啦，咁啊非常之燥嘅呢啲生活啦，嚟到駿景峰呢一個位置，我哋可以感受到出邊唔錯嘅天然氧吧嘅山景咧，亦都可以做到入則寧靜出則繁華嘅一個屋苑。咁啊，相信大家亦都如果嚟到親身現場，亦都可以感受到一個一唔一樣嘅景觀面。OK， 咁我哋今期嘅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啦。咁如果對駿景峰有啲感興趣嘅朋友咧，可以聯絡阿峰攞更多嘅資料，或者直接嚟到現場考察下。我哋公司亦都有專屬嘅測量車，可以喺香港接大骨嚟到現場。我哋就下期再見啦，拜拜。